诈骗流程就是分成几步，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拉你入套。其实这起案件就是个新型诈骗陷阱，犯罪嫌疑人抓住了受害人欲望上头和贪图小利的双重心理，所以他们就引诱受害人先完成所谓的刷单任务，受害人在操作过程中还能获得一点蝇头小利，这就更让受害人很难意识到自己被骗。这是第一次3次，然后这是他第一次投8块钱，然后第二次是再投70和80，再投310和330。其实嫌疑人的套路很简单，就是一点一点的加大刷单的价码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过程中让受害人尝到一点甜头。算起来，这个小伙子在刷了3单之后，还赚了4块钱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真正的陷阱就在后面。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大单了，最后一次就是1500，然后我是到1500这边，然后一直都没骗。哥哥，使用手机银行转账1500元，好了，截图给我，完成体现1680元。我微信暂时还差一点点，我想想办法补上吧。帮哥哥延时10分钟呢，转账完成截图发我呢。因为哥哥你在团购数据中投票超额，导致整个团购数据全部异常。我现在要去申请修复数据方案。我的1500元已经把钱都转完了，1500元有办法退吗？哥哥，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？没有修复好的话，都是无法提现返款的呀。1500元有办法退吗？我都已经转给他们1500了，那之前然后你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呢？他前面流程，主要他解释是流水，然后包括有人打视频电话，它不是合成的，当时就放松警惕了，然后又是刚刚喝过酒，所以那个脑子比较昏，1500就转过去了。觉得那个里面就是他们安排的话务员，然后包括群里面其他的这些参与者，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呢，也像是就是帮凶，就是他们过来他们会。现在群里面差不多每分钟能出好几个转账记录的卡号，实时的卡号，当初就这点也是比较受他干扰。你现在才意识到他们是骗你的？那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群里面，除了你之外，那群里面好几百人，那全都是托。整个群里面被骗的就只有你一个。